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咧，今次我揀選去展出嘅呢3幅作品嘅。第一幅作品咧就叫做社交距離。話明社交距離咧，其實呢幅作品咧就係喺疫情期間拍攝嘅。大概2021或者22年啦嚇。一個中午嘅時分，咁所以咧個光就係比較上迎面啲嘅。咁假如果係再晏啲嘅時候咧，個光喺畫面嘅右方射過嚟嘅話咧，其實應該會令到喺巴士站裏邊排隊嘅人咧，嗰個影啊更加之突出啦，會更加靚。咁但係有時街拍咧就有呢一個嘅即係決策嘅一個問題喺度啦。你想要嘅光靚啊，定係想要嗰一刻嘅畫面咧？有時就好難兩者並存嘅。咁如果你能夠兩者並存，有好多時真係要等啦，或者真係一種運氣啦。咁所以我見到啱啱呢幾個人等巴士啦，除咗喺右方前少少一對應該係年長啲嘅夫婦之外啦，其餘個人咧就好得意嘅，好似一人咧啱啱分佔咗一格嘅空位咁樣啦。整體嘅感覺咧就幾工整下嘅。即使個光就唔係話真係好靚啦，係前方嗰個欄杆啊，馬路中間嘅欄杆有少少嘅陰影打咗嚟啦，因為個光喺正前方落啊嘛。但係咧喺個意境上邊啦，同埋嗰個整體個人物嘅分佈啦，因為你好難話即係對面街一啲唔識嘅人，你好難叫佢哋擺拍逐個企喺唔同嘅位俾你影噶嘛。所以就咁啱得咁巧，咦？好似個個一人一格咁喎。呢一個 moment 咧，我就決定係即使有光咧比較平少少咧，我都決定影咗先嘅。亦都係提醒翻大家啦，我哋有過曾經一段咧非常之難過嘅日子啦，疫情時期，大家都唔希望再重來嘅啦。呢一幅嘅社交距離咧，亦都係提醒我哋咧，即係曾經發生過一件咁嘅事啦，同埋亦都係警惕大家，即係以後喺譬如話自己健康嗰度，你要緊張啲啦，唔好再有另外一啲嘅傳染病發生，咁就最好啦。另外一幅作品咧，叫做人力、電力、算力。其實呢一幅就係一幅彩色作品咧，轉為黑白嘅。因為我本身行過呢一度啦，上環啦，賣海味嘅地方啦，其實就見到前面有個單車，因為個光咧喺呢邊嚟啦，單車就有個影喺地下啦。其實影黑白嘅人啦，或者好多影相嘅人啦，對於啲光同個影咧都幾敏感啊。我見到嗰個影打落嚟，其實幾靚啊，個單車嘅影。但係個單車又唔係一部話好古色嘅單車，呢一部比較普通啲嘅單車咧，又冇乜特色啦。如果就咁影部單車，其實就唔好睇嘅。離遠咧，當我喺度諗緊個構圖點樣影嘅時候咧，我離遠就發覺有架好色彩鮮豔啦、黃色嘅熒光黃好 sharp 嘅電車咧係經過。我決定咧就將呢一個單車跟住將呢個電車咧連成一個平面嘅線啦。亦都咁啱得咁巧咧。呢一部電車上面嘅廣告咧，就係一個加密貨幣嘅廣告嚟嘅，就變成咧做咗出嚟就係話，我哋以前咧就係人力啦，跟住就係有即係靠人力啦，踩單車可能係送一啲石油氣罐啦，送外賣，靠即係啲單車可以維生啦。跟住又靠電力，我哋好多時都要靠電力啦，先至可以應付嚟工作啦。將來係咩咧？靠運算力啦。喺個電車上面咧就見到個加密貨幣啦，靠運算力啦，形成咗一個咧幾有意思嘅一個畫面出嚟。當然啦，如果成幅轉做黑白嘅話咧，其實就好普通嘅。所以於是乎咧，我喺後期嘅時候就決定保留翻電車嘅呢個熒光黃色，但係其他咧我就轉咗黑白咁樣啦。最後一幅咧，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八文餘暉。呢一度咧就係佐敦渡船角啦。其實喺60年代起嘅8層樓啊，其實形成一個小社區啊。咁啱啦，呢8層樓咧都以文字啦嚇，語文嘅文啦，文字啦，作為一個名嘅開頭，咩文華啊、文慧啊嗰啲文慧樓、文華樓咁樣，成為咗一個我哋嘅八文樓啦。呢度咧
曾經都係一啲中產人士嘅居住嘅地方啦。咁亦都以前呢一度對出咧係海嚟嘅，係未填海嘅，佐敦道碼頭周邊啦。咁就而家今時今日當然就已經係填晒海啦。咁而呢8棟嘅樓宇咧，亦都因為咧就即係老化啦，好多亦都係已經有啲鋼筋外露啦。咁市區重建局咧亦都將呢8棟樓宇咧，即係已經納入咗呢個重建嘅規劃裏邊。咁所以咧，我影呢一幅相咧，就係啱啱我喺元芳行翻出嚟啦，咁啊經過嗰條天橋，諗住落翻佐敦嘅，咁但係見到咧啱啱個太陽咧就打正緊其中一棟樓嘅一個屋頂，咁形成咗，因為再配合埋周邊嘅樓宇一啲陰影啦，配合咗好似一個三角形啊，一個少少嘅箭嘴咁樣咧，就係嗰部分咧係受光嘅啫。咁呢一個光係幾靚，同埋啱啱嗰個時間應該係晏晝嘅接近4點啦，光又唔係太過猛烈啦嘅一個溫柔嘅光嚟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就決定係影咗呢幅作品落嚟嘅。咁亦都係見證住一個時代嘅，即係可以話終結啦。曾經呢度係中產嘅樓宇啦，中產人士居住嘅地方啦。曾經呢度個海景嘅樓房啦。咁但係今時今日咧，已經係變晒啦。咁呢幾棟樓亦都即係佢嘅歷史任務可能都即將要完結啦。咁亦都係即係提醒我哋，其實個時代咧真係會走得好快。咁所以有時咧，我哋喺街上面咧見到嘅任何得意嘅嘢啊，或者我哋覺得值得保留嘅嘢咧，都應該係咧舉起個相機將佢留低落嚟啦。咁靚唔靚呢樣嘢咧，反而係其次。唔係話自己覺得靚唔靚嘅，係觀眾話俾你聽靚唔靚，有冇一個認受或者我有冇一個同感咁。所以呢張作品咧就係百文餘暉，就係咁解啦。因為呢8棟樓宇咧都嘅光輝咧就即將啦，或者可能不久將來咧都要係完結嘅啦。咁啊，多謝大家欣賞呢幾幅作品。